好，咱练习到这结束。若揸手机的人，请你将手机关做震动，还是关起来。
见到上帝，所默示的经，要你一直教示，伫读读，互人归正，引带人学义理，互服侍上帝的人练达，便便来行拢总的好事。是咱来吟圣诗，为着美丽地面，咱起立来吟全首。咱用新的改名来做咱的信仰告别。头一个，第二个查清楚，恁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部甲神秘的总分毫。我用新的改名予恁，就是恁着相听，亲像我捌听。恁若着安尼相听，恁若相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请坐。这是咱用课的方式来看上帝话，记载伫课文第17篇。我来课听这来用。上帝啊，人就是锡安称赞你。听人祈祷的主啊，做阿多我。你所竞选福音亲近你，住伫你殿院，这款人真有福气。
你出你落的所在，你互因欢呼。上帝好，水满满。你决啊田园，收平土地。你赐福，互农作物大长。你经过的路有油得滴。山头用欢喜做大厦。山角用五角做外塔，做外塔满。这是咱三甲的祈祷。赐平安的主，新年有新的恩典。阮一个祈祷通得到你的祝福，感谢天父用恩典赐阮年冬的免流。相信跟对你道路的人必然得到祝福。你嘛用恩典成做年冬的免流，因为你的路径拢有用得滴。听阮的天父，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互阮通然无惊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求迄个极丰盛的恩典，互阮会当用欢喜来学落你，经历你互人丰盛的应允。求你嘛帮助阮调写过去的伤害，用自由的心来迎接新的未来，带着许多的快乐，跨过迄个山谷，通亲像鹰鸟飞悬，看去迄个美好的未来。因为你必定会带领阮，时时甲阮同在，看顾阮，甲上好的礼物放伫阮的信心内底面身，通叫阮这一年会当紧紧跟随你的脚步。嘛求天父赐恩典，伫即个奉你的名所设立大门的大家庭，一个伫你的厅中间被医治、甲安慰，通有福音的种子布院，结出圣神的好果子。任捌你得到真实的平安。求你嘛大大，搁一摆大大兴起，即个奉你名所设立的大家庭，伫即个所在，成做圣洁的器皿，分享祝福，点到伫阮周围的地区。感谢天父，听阮的祈祷，奉主所基督的名求，阿门。我对即时用至诚的心听阮祈祷的诗歌，带咱来祈祷。
这是咱来看一位记载伫圣经新约使徒行传，咱们今日看第10章对34节，看到43节。彼得开嘴讲：但我确实知，上帝无偏袒人，无论哪一个民族敬畏伊、行为正直的人，伊拢欢喜接纳。恁知早前上帝有通过万民的主耶稣基督，对以色列人传和平的福音。约翰传洗礼得力了后，这个福音有对加利利开始传遍犹太全地，就是拿撒勒人耶稣，上帝有安怎用圣神甲大的能力，甲伊抹油任命，有安怎互伊去逐所在做好事，医好所有受魔鬼压制的人，因为上帝甲伊同在。阮就是伊伫犹太逐所在，甲耶路撒冷所做的事的见证人，因甲伊钉死伫十字架顶。第3日，上帝互伊搁活，搁互伊显现，毋是对所有的人，只有对阮这个受上帝拣选来做见证的人显现。阮捌伫伊对死人中搁活了后，甲伊做伙啉食。伊命令阮传福音，互所有的人，证实伊是上帝所任命，做活人甲死人的心化者。所有的先知拢为着伊做见证，讲信伊的人拢会因为伊的名得到赦罪。愿上帝所着伊家己话，今仔日老牧师所带互咱是做错了，我错了。请咱同齐来祈祷。主，阮感谢你的恩典，当阮袂当搁一摆来到伫你的圣殿的时，阮献上感谢，因为你是疼的主，因为你的疼赢过一切。互阮无论踮伫什么款的境遇中间，阮拢会当体会主你的恩典永远伫地。愿你的话也成做阮的气力。互阮踮伫每一日，阮知怎样向前来跑走。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也说大家平安。面对着错误的时阵，毋知咱有啥物款的感受。无人想要面对错误，但是咱无法度避免的是，伫人生的中间，咱犯错的机会通常是比做对的机会搁较侪，咱讲毋对的话，也通常比讲对的话搁较侪，敢毋是？所以，伫人生中间，咱不断地面对错误，就算讲咱真想要避免讲犯错，毋过伊就是一摆搁一摆向咱接近，互咱无法度会当来赢过这一切。也照着安尼。咱需要上帝，也照着安尼，咱会当带着咱家己来到主的宝座前，来敲找主的恩典。我想，踮伫这2礼拜中间，逐个人拢踮伫电视，也踮伫媒体看到一项消息吧，就是一起发光的消息。无论咱偌想要避免，正做一个基督徒。咱完全无法度受到咱的厝边问咱这个问题。迄个教会到底安怎？迄个牧师到底是啥物问题？有侪人开始咧怀疑讲，到底是啥物人才会当有这个资格通正做一个牧师？有侪人开始咧批判讲，教会已经正做一个敛财的团体。有人开始咧讲。面对家暴的代志，教会敢若是想要热看这一切，所以这的消息、这的讨论，已经踮伫咱的生活中间，对咱造成影响。无论咱偌想要避免这项事，其实咱无可能避免，
因为每一个咱的朋友，每一个毋是基督徒的人，心内底拢有这个要求。教会迄边虽然咱看起来有发出声明，想要改善，但是真明显，无论教会安怎改善，对整个社会大众的一个生气的心情，一个愤怒的心情，一定踮伫这个社会中间愈烧愈旺。教会开始咧问一个问题：到底为什么会安尼？为什么会拄到这款代志？因嘛讲，我完全毋知影，即马到底发生啥物代志？为什么整个社会大众对教会的印象会遮尔负面？到底为什么做成安尼？当咱面对咱毋是基督徒的朋友问咱即个问题的时阵，毋知影咱安怎回答，毋知影咱安怎去面对。代志会到现在即个状况，也显现一件代志：教会已经真惯势，关起门讲家己，干那咱家己听有的代志。教会已经真惯势啊！咱讲的是咱逐个人真熟悉的语言，咱讲的是踮伫咱中间，干那咱才听有的。所以，伫一步一步咧面对错误的时阵，咱看见教会哪亲像愈来愈软弱，上帝的福音哪亲像拍折共款，咱无法度回应。有当时咱阁看见教会用遮的语言，用教会内面所讲的权柄，诚做迫害别人的工具，失去甲社会对话的能力。传福音诚做一个口业绩，对别人的关心背后是有目的的。福音已经变质，但是咱一点仔感觉拢无。活伫这个真紧的世界中间，无论安怎，人拢会知影讲，咱的内心有一个失落感。这个失落，咱毋知伊对来。也毋知伊到底为虾米出现，所以因为这份失落感，咱真较无会当甲别人建立关系。但是这个关系却敢若惊讲，我的问题会当解决无？也就是讲，咱真较无的是来到伫遮超找上帝，我生命中间一切问题拢会解除。这是咱所拄着头一个问题。所以，咱讲的信仰，咱讲的福音，却诚做是一个敢若要解决你问题的信仰。若是安尼，咱甲拜偶像恐惊无虾米差别。另外一款，就是忽略这个问题的存在。忽略这个问题，咱就定定阁听到，你爱想较正面的，伫教会内面袂当讲负面的代志，你爱较正面的，也照着安尼。信仰诚做一个刀片现实的路，所以一切的烦躁、一切的困难，袂当踮伫教会中间来讲。伫这个处境中间，当一个真有影响力，也是真吸引人、有权柄的人出现的时阵，阁有边仔的人愿意温暖、有关心的声音的时阵，教会。诚做一个愈来愈侪空虚的人聚集点伫遮，但是空虚的人聚集点伫教会内面，逐个人袂去问讲咱需要啥物，咱袂去问讲到底信仰是啥物，咱袂去听咱内心的声音，嘛好定咱会当讲咱生命中间艰苦的代志，也照着安尼，咱完全袂记哩一项上界重要的，迄就是。基督是拯救的根源，基督才是咱的愿望。所以，当发生这个代志的时阵，咱可能会讲，这拢是迄间教会的教导有问题，这拢是迄个牧者个人有问题。只要咱好好做家己应该爱做的代志，只要咱好好读圣经，只要咱好好踮伫教会内面服侍，安尼就好啊。毋过，如果你安尼咧回答的时阵，我想要问，
你边仔毋是基督徒的朋友，敢会接受你即款回答？真明显，因袂接受。搁较明显的是，咱有当时啊是家己咧欺骗家己。踮伫教会内面久啊，咱掠准，咱已经领受上帝恩典，所以咱会当踮伫教会内面讲家己听有的语言就好啊。咱只要踮伫教会内面，我逐礼拜来，我就会当领受上帝的祝福，所以上帝会解决我所有的问题，也是互我想较正面的。这都是现在的教会。咱完全无意识，咱每一个人来到伫教会中间，早就已经派一个真重的壳，嘛一直咧起造一个悬的墙。咱掠准讲，秘伫这内底，咱就安全啊！完全无感受到，就是咱互上帝的福音拍击啊！就是咱失去了福音应该有的亏力。悔改，敢若正做咱口头所咧讲，应该爱悔改，应该爱转来主的面前。敬畏嘛，正做互别人看的。对个人到伫教会，咱已经陷入一个真重大的信仰危机。所以现在，如果咱认为迄是迄间教会的代志，甲咱无关系。咱干那咧看讲，啊，搁看，遐个教会都是会出问题嘛。当咱安尼想的时阵，咱已经离开上帝远远啊。咱是犯错，咱是犯罪，咱已经袂记哩上帝的疼是怎样踮伫咱的生命中间咧做工。所以因为安尼，咱无法度甲社会对话，咱无法度传福音，因为咱学的。咱想要传福音，咱干那咧学一套工具，学一套啥物会当说服人的技巧，去说服人就好啊，会当互人感受到来到教会就好就好啊。传福音毋是安尼，真正重要的福音是福音如何踮伫咱的生命中间做工，互咱的生命。一直踮伫换新的过程中间，去体会人的有限，咱需要上帝。这是咱所咧面对的。伫这2礼拜中间，咱会一直面对这个问题。当媒体一直还搁咧吵的时阵，咱就会不断拄着大家人咧讨论：你到底去啥物教会？你所去的教会，敢真正会当带互人远望吗？今仔日咱读《使徒行传》的故事，《使徒行传》这段圣经节所记载的是彼得的讲道，但是踮伫彼得的讲道进前，是福音咧记录的是福音不断咧突破界线的一段故事。《使徒行传》当耶稣上天，圣神降落了后，所有人开始咧宣讲福音。但是，这个宣讲福音对一开始对彼得因来讲，因认为福音干那踮伫犹太人中间，干那踮伫我所熟悉的所在。但是，因完全无感受到福音一直想要向外面，基督要带咱不断突破咱的界线。所以，对第10章的一开始。彼得踮伫基督中间领受一个异象，迄个异象是有对天降落一寡遭受疼痛，然后有声音走出来讲：“彼得起来，抬去食。”听到这样事的时阵，彼得真直接咧回应讲：“主啊，绝对唔通，因为这是垃圾的，我从来唔捌做过任何误会、无清气的代志。”毋过，上帝继续对伊讲话，连续3摆，后来这个物件收转去天顶啊。彼得无法度了解这到底是啥物意思？这个异象到底咧讲啥物？后来是有一个外邦人哥尼流，伊所找的这个伊的奴仆来到彼得的厝，来找彼得讲，请你会当来到伫管主人的家。
当彼得开始咧思考这项事，咧思考迄个异象的时阵，佫听到这个声音，有三个人来找你，请毋通犹豫，因为是我差遣因来的。彼得拄到的问题是啥物？伊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义人，伊一直咧守的是犹太的规则。现在伊拄到另外一个同款敬畏上帝的义人，但是因为伊是啥物人？因为伊是外邦人，所以彼得认为讲，迄个人应该甲福音无啥物关系吧？彼得现在需要面对的是，到底我爱怎样踏出家己的界线？无论是外在犹太律法的规范，也是内在我家己所起起来这个关系。因为照因的规矩，犹太人袂当甲外邦人有真密切的来往。毋过现在咱所看到是啥物？现在咱所看到的是上帝差遣，上帝启示彼得讲：你爱踏出去。上帝启示彼得讲：你爱踏出去，你家己熟悉的所在，去到伫外邦人的所在，去到伫遐去看我要做啥物。所以彼得就出去啊。当伊来到伫迄个外邦人厝的时阵，哥尼流拍败踮伫伊的面前。这个行动互彼得惊一跳，因为彼得讲：请起来，我嘛是人啊。彼得伫这进前，伊一直喊落的就是我甲你，犹太人甲外邦人。毋过上帝主动的作为，互彼得踏出家己的墙。伊去讲的是上帝的疼，踮伫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在这个时刻，彼得爱面对讲：我是犯错的事实。我是有罪的人的事实，限落伫有限的眼界，忽略上帝的疼，嘛无法度了解讲上帝会伫每一个软弱的人中间成就伊拯救的计划。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是基督徒也毋是基督徒。当咱领受上帝的话的时阵，咱已经受邀请。进入一场对话的中间，踮伫遮，咱讲家己内心的惊吓，讲家己内心的看路，踮伫遮，咱会当面对着上帝要医治咱的事实。彼得讲到头一句话讲啥物？现在我确实知影，上帝对所有的人拢平等看待。只要是敬畏伊、行为正直的人，无论是甚物款的种族，伊拢欢喜。讲了真简单，但是当彼得咧讲这段话的时阵，伊背后所带出的是伊真实的悔改甲告别。因为当伊要讲这句话的时阵，伊需要搬过所有的界线，伊需要搬过所有生命中间的限制。至到讲，伊现在所讲出的这句话，带着福音的开力。福音的开力是咧影响一个人，会当踏出伊家己的界线，踏出伊无愿意做的代志，真实面对家己的错误，因为踮伫迄个错误中间去体会到上帝的恩典永远存在。所以，伊讲话。伊去到伫哥尼流的厝，看见这个敬畏上帝的外邦人所流出生命中间的水，所以伊体会是主咧帮助咱。悔改毋是一时的现象，请咱必须来会记，悔改毋是一时的，悔改毋是干那咱要领受福音。毋是咱要接受洗礼的时阵，悔改是踮伫咱的生命中间。无论咱正做一个基督徒偌久，无论咱踮伫教会内底偌久，无论咱参与偌济好事，
悔改是咱一生的功课，因为人的罪遐尼沉重，因为人无法度靠着家己的气力去赢过拢总的罪，所以福音是帮助咱去面对这个一生的悔改。当咱咧体会到来到伫教会中间听见上帝的话，当咱踮伫生活中间体会耶稣的气力的时阵，迄个福音的气力是要帮助咱赢过一切的困难，赢过咱一切的限制，赢过咱生命中间一切的跨路甲不安，赢过咱所有的民主，赢过咱所有咱家己所想会到的物件，这才是福音。所以福音是踮伫每一个真实愿意悔改的人去工作，去推动咱勇敢向前行，互咱的一生会当行伫上帝的路。这也是彼得踮伫这段话中间，伊不断咧讲耶稣基督对死国活的气力要赢过迄一切。所以咱踮伫遮，咱所学习的是悔改。来到伫主的面前，这个悔改帮助咱真实去讲，我是错误啦。我的错误是因为我想过看轻了上帝，我想过看轻了上帝的福音是如何踮伫我的生命中间工作，直到我竟然认为讲，我只要学习一寡技术，学习一寡物件，我就会当传福音。我竟然掠准讲传福音是会当学习的，这是咱的错误。是福音必须爱踮伫咱的生命中间推动咱，一直向前行，一直去突破咱的界线，一直去突破咱现在所拄着的，通互别人所看见讲，一个完全属于基督的人，是愿意真实面对家己的错误，真实面对家己的罪，照着基督，互人的生命通得到完整，互人看见咱的生命是不断受到锻炼，不断活出真实的香味。这也是咱咧面对现在这个挑战的时阵，上界重要的代志。毋是想要靠家己的口才，毋是想要靠家己的技术，想要去说服别人讲，迄是迄间教会的代志，毋是我的代志。毋是想要去说服别人讲，我的教会袂歹，是迄间教会有问题。是福音必须爱踮伫咱的生命中间来改变咱。也就是讲，今仔日咱每一个基督徒拢爱真实去面对这个问题。我的生命敢有因为认捌耶稣，我一天一天在改变，一天一天在拿亲像主嘛？也照着安尼，咱才会当对悔改行往真实的敬畏。无咱的敬畏嘛，会继续成做一个咱口头顶面所咧讲的，咱的生命无真实的敬畏上帝。因为咱拢认为我踮伫遮已经有够啊。咱无真实的敬畏上帝，敬畏上帝却真做说真做讲，干那要互别人看讲，你看我是一个袂歹的基督徒。咱无悔改，至到咱嘛无敬畏。这个敬畏，互上帝真做上帝，互上帝使用咱会当讲话，互上帝使用咱会当踮伫咱的生命中间，因为福音的缘故。互咱的生命成做一个上赞的工具，互教会行日真正会顺服。悔改甲敬畏，嘛帮助咱去听四周的人即马咧讲啥物，即马咧讨论啥物，咧关心啥物款的议题。咱敢有发现，每一个现在对教会批判的背后，其实有整个社会对教会更较深的期待。每一个对基督徒的误解背后，其实有济也毋捌主的人，
因生命中间较无的是迄个甲上帝、甲人和好的较无。伫每一个犯错的背后，也有迄个期待是，我期待会当受到安慰，我期待有人会当听我的声。咱有听到这个社会的声音无？咱有感受到侪人对福音的期待无？咱需要照着悔改甲敬畏，来到伫主的面前。当咱咧面对这个问题的时阵，重新咧看，是踮伫即个土地顶面有侪人需要福音。然后，当咱体会到遮尔侪人需要福音的时阵，我竟然真做一个基督徒，我无法度真做福音的见证。这是我的错误，这是我的罪。我需要悔改，所以当彼得咧讲迄句话的时阵，伊看出上帝会听点伫所有的人生命中间，直到伊会当讲出这个见证的时阵，这是有亏力的，因为主的亏力点伫伊的生命中间。当伊坦白讲我犯错，因为现在我真正看出。上帝无偏袒任何一个人的时阵，这成做新的一个起点，这成做一个新的开始。因为拥有权柄的人，无需要搁秘伫家己的砖塔中间，无需要强势去控制别人，嘛无需要透过去否定别人，来至到要展现讲我家己偌厉害。当咱承认咱是有罪，当咱承认咱会犯错的时阵，所有代志会有新的开始。当咱嘛真实愿意去讲我会犯错，我需要上帝的帮助的时阵，这也是另外一个新的恩典，帮助咱赢过错误所带来的恶梦。因为当咱会当放手，咱会当活了搁较稳当。当咱放杀家己、看无家己的迄点，咱才会去体会讲，耶稣是拯救的主，耶稣是互人自由的主，耶稣是迄个互受掠的得到头棒，互青眉的得到看见，互臭耳人得到听见的上帝。这是一个不断向头前所行的教会所爱负担的责任是甚物？教会所爱排起的责任是，互这个社会每一个人行这是共好的社会。教会需要负担的社会责任，是互每一个生长在这块土地的人，拢会当活了好好，活了平安，活了安慰。互每一个烦恼、踮伫失落、甲跨路中间的人，真正得到头棒。互每一个受伤甲不安的人得到医治，所以咱爱知影咱家己的不足，咱爱知影咱的有限。毋过就踮伫咱的悔改甲敬畏的中间，上帝带领咱突破咱眼前一切的界线。也踮伫遐，咱知每一摆。当咱自责，每一摆当咱服侍，每一摆当咱奉献，当咱每一摆愿意投入咱家己的时阵，咱是参与踮伫真理的光，互人感受到真正的温暖，真正的愿望。所以，咱无法度为着别人辩解，咱无法度为着别人的错误辩解，也无需要去。辩护讲我家己自会教会是偌尼啊，学伫正道，就伫这个受到众人质疑、教会和社会所批判的时刻，咱需要显露是，咱忽略一件代志：基督已经无显现踮伫基督徒的生命中间啊，所以咱需要悔改。
咱的生命中间已经失去基督的光啊。所以踮伫即个真实的悔改甲敬畏的时，咱受到上帝邀请进入一个新的愿望，就是咱会当讲，我会犯错，咱会当真正去讲，我会面对生命中间侪负面的问题，咱会当讲，我无需要因为民主，所以硬爱装出啥物拢无代志。当咱愿意讲，主啊，我是欠缺，我是软弱的时，新的开始就要踮伫遮。咱会找到甲这个社会对话的新的开始。咱会开始去体会到，咱到底要怎样踮伫这个错误中间，别人见证讲，基督是怎样踮伫我的生命中间。所以，这个告别月是，我是错误，就伫忽略基督成做生命的主的迄点，我错误啊！就伫我掠准讲，我已经有够投入伫教会，真认真做一个基督徒的时刻，我错误啊！就伫迄个敢若想要看好戏，也是看轻别人迄点，我错误啊！都伫踮权位享受特权的迄点，我嘛错误啊！都伫掠准讲来到伫教会，我只要做好事就好的时刻，我嘛错误啊！现在真实的悔改帮助咱去赢过一切恶梦，会当行出真正的自由。基督的怜悯甲恩典，是甲每一个软弱的人同在。基督的疼会灌溉每一个宣讲上帝的话，也认真愿意听伊的话的人，因为咱受到上帝的呼召，尽力要活出美善，互真光会当临在踮伫这个世界。这是咱踮伫这个时刻需要学习的功课。这也是咱咧面对社会甲教会这个冲突的时阵需要学习的功课。咱爱超找咱怎样会当伫每一个所在去经验到，伫错误中间，我的生命会受到换新；伫错误的中间，我会看见耶稣踮伫遮，请咱来看我所写的这段话，我错误啊！拍着重重的胯，一步一步往顶悬来爬，米伫中间，掠准是安全。起做悬悬的墙，一层一层往顶悬来踏。就算讲受托，犹原掠准是特权。迄日声声咧呼叫，爱搬过界线，才会知无偏袒人的主，互这个壳会当偷放，互墙会当倒落。我错误啦，放手才会当稳当。悔改，才得到自由；敬畏，才会显出我属伫你。现在的咱是需要来到伫主面前的事，这是悔改的时刻，这是敬畏的时刻，互上帝成做上帝，毋是靠咱家己的意念。毋是靠咱家己有偌济财物，上帝就是上帝，耶稣才是拯救咱生命的帮衬，互咱会当勇敢向人讲咱所要紧的这条信息。我认救主，无惊见笑。伫面对遮尔济质疑的时阵，咱敢会当勇敢回答讲：
我认救主，无惊见笑嘛。请咱做伙用这首圣诗，正做咱的回应。我真求主，无惊甲加见笑，好大感情道理，好大感情道理，保佑耶稣。我
耶稣，阮需要你的帮赞，因为你欢喜帮赞阮。阮是软弱，阮是有罪，踮伫日常的生活中间，阮亏欠你的恩光。总是阮知，你对死个我的气力赢过这一切，互阮踮伫软弱中间得到坚强，互阮踮伫受伤中间得到安慰，互阮踮伫病痛的中间得到医治，互阮踮伫每一个困难的时刻体会到主你甲阮同在，因为基督，阮会当勇敢向人讲，阮有气力会当赢过这一切。当阮每一摆悔改，当阮每一摆敬畏的时，你的恩典甲怜悯已经临到伫阮，也互阮知，阮怎样伫生命中间去见证，这个换新的生命是一直显现出来。求你帮助阮，坚固阮的心，互阮踮伫面对济质疑甲批判的时，勇敢徛在话条，互阮会当认救主，无惊见笑，互主成做阮的主。同齐祈祷，靠你的名，阿门。请咱同齐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听。请坐，请咱来看几项教会事工，咱大家做伙来分享。咱的圣经学堂已经开始使徒行传，所以咱拜三踮伫山顶，咱会当做伙来看使徒行传第1章12节到26节。好啊，过来是对今年
应该是过旧历年了，要正式开始，或者咱青年甲教育部要发起一个全教会做伙来读经的活动吼。所以咱对2月份开始到明年过偌济，这个活动要对2月份开始到明年过偌济，要鼓励咱的兄弟姊妹会当踊跃来参与咱这一年外要将规本圣经读了一遍的这个计划。啊，所以有意愿要参与的，会当来到伫办公室这边来登记。啊，登记咱会赠送咱一本这个记录吼，灵修笔记本。这个记录包括你逐工爱读都一位的进度，啊，佮有每一个礼拜来参加主日礼拜，你会当有直接写笔记，啊，佮有下骹每一日你灵修的笔记。所以咱会摕着一本这个全年读经、全年读经的这个计划。所以，若是有意愿的兄弟姊妹，望咱会当做伙来参与，啊，透过上帝的话，成做咱的帮赞。所以邀请咱会当做伙来报名。好，啊，等下第2堂礼拜后要召开中职会，所以嘛，请咱会当来伫咱的中职同工甲会长会当做伙来参与。啊，佮刷来这几个礼拜中间嘛，要请咱小注意一下，因为咱教育大楼迄个。大厅这个油画，摩西过红海这个油画，迄个作家要来修复它吼，要来做修复的工作，所以即摆有大音架伫遮，所以请咱会当注意，要出入的时阵爱较细致的，啊，便所游玩会当去便所吼，所以请咱注意这个部分，大概望讲会当真紧来完成这个工作。啊，佮刷来这个较麻烦吼，就是迄天踮伫咧。经历教会遮个线路的时阵，厂商发现了一件代志，就是咱大礼拜堂后壁，咱后壁遐有白遐的咧食的这个痕迹呀。啊，所以真紧咱甲迄个耶稣基督的迄张图，甲伊先拔落来。啊，后礼拜咱会先做一个初步的除虫，但是佮刷来，咱爱请专门咧做古迹修复的专家来替咱了解咱整个的状况。才会当决定讲接续要安怎做，但是有可能就是咱可能这几年中间必须爱进行一摆较大型内部的征收，因为咱已经毋知影白遐即摆的状况到什么程度，所以嘛要邀请咱的兄弟姊妹，需要为这件代志好好祈祷，需要为着这件代志来带到望讲咱会当真正有智慧，知影讲怎样来照顾咱的礼拜堂。嘛，互咱教会踮伫遮，继续成做整个台南市真重要福音的出口。好，过来，咱踮伫教育大楼5楼，咱有成立一个伊丽莎白文化资产医护中心，啊，咱咧进行教会文物的修理。啊，即几礼拜中间，因为因已经踮伫边仔有这个简单的展板吼，等下你若对即边出去，会有简单的展板咧介绍讲因到底咧做啥物款的工作。主要现在咧做的是针对咱的会议记录，就是对1921年开始的小会记录、中职会记录，佮有成人洗礼名簿，开始咧做遮的修理吼。这是因的专业叫做纸质修复啦，专门咧修理纸的。啊，这是一个真专业的工作。我逐工看因咧修理，我嘛感觉这真趣味。啊。咱期待讲，兄弟姊妹若是有兴趣，踮伫上班的时间，其实会当来参观吼。啊，因就是照正常上班的时间，9点啊到4点这段时间，若是有意愿吼，咱会当邀请咱的朋友做伙来参观。因为咱期待讲，遮的物件会当人介绍讲教会所咧做的工作。啊嘛，透过安尼，咱期待讲，正教会会当共同来看当家己的历史。透过咱讲历史中间发生过的事，咱会当继续人宣讲福音。所以这个工作咱大家做分享，啊，嘛请咱共同来关心。好，过来是几项教会中间毋甘的事吼。咱伫昨有替五匹节来举行个别礼拜，啊，今仔日五匹节的后生闽乡兄嘛伫咱中间吼，伊要特别咱来地下伫后壁遐，嘛请咱为着五匹节来祈祷。五匹节要100岁啊，佮40日满100岁，啊，民主稳调嘛，请咱共同来关心。过来是我的阿舅民主稳调，所以我拜二需要登去台北替伊主持个别礼拜吼。啊，佮刷来佮有迄个尊敬兄，尊敬兄是校园长的后生，啊，伊是心肌梗塞过身。
要点伫14，要点伫14，就是后礼拜六伫殡仪馆入殓室来举行一节安息礼拜。校组长老伊嘛是民主稳调，定伫1月17拜2早起9点半伫殡仪馆来举行一节安息礼拜。搁来，还是这字拍毋对，吴秀吼，杨无寿，还是这字拍毋对，杨无寿姊妹，吴秀姐嘛民主稳调，伊的时间是点伫1月18。10点要点伫大礼拜堂，吴秀姐这是点伫大礼拜堂来举行告别礼拜，愿上帝的安慰，甲咱每一个维族三弟弟，嘛点伫祈祷中间，邀请咱的兄弟姊妹共同来关心吼。好，今仔日有就是王秀文甲张以荣来到伫咱中间，毋知伫倒咯。伫对方遐。欢迎恁会当来到伫教会，甲咱同齐敬拜请坐。好，等下礼拜煞以后，咱会当继续彼此关心，也彼此来祷。这是咱来看今仔日经句，就是《使徒行传》第10章，咱要看34甲35，咱只是来坐念两解。彼得开嘴讲：但我确实知，上帝无偏害人，无论哪一个民族，敬畏伊行为正直的人，伊拢欢喜接纳。使徒行传。好，咱这一解，彼得开嘴讲：我实知，上帝无偏害人。欢喜接纳10章34、35，这是咱人今上在社会练的诗，愿主祝福保护你。今时说，请牧师祝祷。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感动，甲上通，逐日换新咱的性命，互人见证耶稣基督的名，对答直到永世代无煞。阿免。